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福氣來了》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天喺節目當中，我會介紹非常讚嘅藝術品本大家來認識的。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嘅同一家，呢係由美麗30台嘅同一家其中之一。嘅作品呢，我想應該逢年過節嗬，你都會知道非常嘅聲音，非常有名啦嗬。實際來分享你嘅同一家馬淑新先生，先生好。大家好，我啱到馬淑新，今日非常歡迎來到會所，係咪有很多people都在嚟請我，我就喺請食紅紅茶。耶，我為請你食茶。先生分享你啊，先生開始做了同一導演嗬，累積了很多嘅作品，每本大家當地的講。馬先生、馬太師嘅作品，看到現場嗬，根本佢帶來嘅一系列嗬，先寫大家嘅目注嗬。來，先生先同你來介紹一下，哇！你咁難嘅，你當入名係金雲少，你金雲少咧？金雲才。金雲才係啊？金雲才是金雲才啦。哦，金雲才，你燒起來嗬，你完全係冇上油料嘅，你係天然燒出來嘅。一般你來講看到你做灰啊啦，用奶油燒出來，大體上是下樸實的感覺。好。你用嗰啲係雙眼線嚟去變成啲金屬，燒法可能老朋友冇用。用咩講？點解要到將人秘密做唔得講？你係你自己係技巧，讓燒會出安樣呢？唔係，我都燒要個團隊，他要個生意啦嗬，啱橋。其實頭班我都未翻當多嗰種嘅專訓，佢哋燒根本燒唔出啦。其實燒了經驗才是一個偶爾啦。係信仰燒出來。就是出咗一些有啊，就你要記動。特別緊啊，還有自己啊。後來未唔地講多大啲嘛，因為當然啦，那種燒了金銀財累積非常多，可能我見面會燒50窯、100窯你慢慢體會啦。要抓住個窯嘅窯性，最重要。哇，還有窯性。當然啦，你見面我柴窯敲落去，火燒，即係火型有冇香？要注意，因為即係一般嘅設計窯，每隻窯嘅窯性冇共。所以窯因為佢有輕呢，可能佢嘅衝突冇共樣，讓你燒敲嘅咧，你嘅溫度，講你表咧作品嘅位數，完全冇共樣啊。因為佢隻窯按台嘛，挑到每嚟講，差唔多2米啊，200公分咁長。一般人燒嚟講是講，窯嘅溫度講，前窯到後窯嘅溫度是差50度。咁爭一度呢？50度啊。係啊。50度啊。所以講見面，特別講我見面燒了見嘅東西，像這種東西嘅話，我會看，因為第一張窯嘅即係火爐係有冇香？我講第一張窯嘅火爐香大下。但是撈東西盡量不要佢大下。火爐先生你有冇知啊？因為火爐佢嘅設計佢火有冇香，有的是好上火度，有的係下背，冇問題。你係火爐是講溫度高嘅素材係啊？它火香嘅爐啊，火它是有火爐啊。哎呦，很貼切的。後邊許多有講，這你要擺表咧，不錯，還是將我去看表，還是可以。表示兩隻窯的精華是在那邊。係安樣嘅。所以講後邊因燒焦運動低啊，它係低啊，所以咁樣會有得太格外啊，將我咪會表啊，你唔好未講這個表數啊，太格外嘛所以你而家窯嘅東西就是因為啲金銀財非常的難燒，就是講它的成功率係講我哋下來按燒來講他們燒6窯。會多一隻安樣呢？哎呦，安樣比例唔係大隻安樣呢，冇好呢，係啊。係啊。有啲燒長安樣啊，種顏色咖啡色啊，不一定啊。所以安樣嘅燒法完全是未係看紀律啦，哈。其實紀律，然後其實燒火也重要，因為從來都會拍板嘛，
上夜8小时，8小时你排大夜班啊，佢都会偷懒啊，都顾呀呀，因为佢我哋有稍微绕子哦，因为天的就是这1个小时30度，你不能总在超过，因为你超过一些，因为在低温的时候，配去追降的，差不多都该300人度的时间。明白。300人度的时间，因为这些泡药皂能形成的，甲下度哦，你甲係講，有的人嚟泡藥講係冇當皂哈。如果嗰隻時間你係講溫度，到去現場過吼，啊叫裂體啦。哦，是鼻涕咧。啊，是鼻涕咧。所以佢底下變成講燒肉，底下係燒金銀菜哈嘅困難。燒金菜的應該是做一講，大概是講金銀菜溫度帶。佢帶溫來燒誒。帶溫它依然會形成那種嘅金銀菜。佢嘅色水也蠻醬吼，佢你係將內裡吼，除了佢嘅色隻醬，大家有發覺冇？佢嘅膚到底係安樣影響呀？安樣影響？佢嘅人其實係宋姓人呐，梁家人係梁家人，你人係安樣影響強係？係嗎？染定也係講要交疊。佢哋係雙眼線沙夫，佢是講，因一般嘅技法，佢按度講曬味去曬。哦。用嚟一下那一些係咩？大下家第一個園嘛，哈，提家家嘛。但是我老提家家那些東單嗰一些，所以曬。曬到它就有一個偏，佢都該轉的一些是不規則咯。哦，那我們剛開始賴的那個提家家呢，第二個園那個中性，所以講，慢慢來，要佢動模來，因為佢偏一些吼，我們再拉吼。木轉看吼，跳那危險。真緊呢，聽講是講係講為讓以後吼，你完全會教本人。不過學生講誒，目前還冇啊。還冇。也看到該按制作的時候，跳哪是分嘞？之前我都在亞太的時候，技術學院吼，他陶藝系嘛，當到上啊，這很當到學生嚟講啊，他那個王老師。可以教我們拉你那種雙眼線嗎？那種可以，那種要等下課啊。下課那你們那種要上去刷嘛，上去刷來，那表演門檻哦。其實嗰種簡單啊，跟一拉雙眼線非常簡單。我跟你講，你就會，搞不好我哋人講，你只滴會曬嘛。真是的，咧，但是曬過來到底入眼嗎？香港依看是即會跳哪杯冇咧，成日當重點。係錯，所以講啲學生樣，所以講哦，葉老師，我們沒辦法啊，我幹嘛？叫我頭會暈啊，當到啊。cái先生用乜嘢客服？你跳哪用乜？其實冇，因為冇，其實多啲還冇喲。到現在還我哋還做，還嚟跳那個，一下那個定力不夠哈，就是。我在拉第二停家家那些定力唔拿，因此可以分。哦。但是我會聽下，我就閉目養神啊，聽下。你有得從因咧跳啲舞蹈嘅哈，定點緊旋轉嘅時間，你嘅定力哈。對。哦，係咁樣。咁先生突然你介紹咧同心圓弧哈，先生講冇咁困難，不過其實你落去做，因為要個停線啊，讓有機會成功。膚看起來，我朝你兩隻膚看起來一模強樣的，同你介紹。聽講你隻膚會重染。係錯，人家講嘅是按照冰煙壺啦，冰煙壺是那條泡藥做好燒好之後哈，是那個牙籤啊哈，牙籤容易爆嚟嘛，落去就慢慢當打孔啊。打孔，所以佢啲膚啊，但係你做咩當窗口要做唔得咯？哦，窗口而家插筒就會流出來。係啊，你泡在水會流出來，所以慢慢抽，所以講佢係共動多啦。做專業講抽個哦，因為幾點鐘呢？咁用半煙會有染出來呢？染出來是講，因為一般泡茶來法哦，本身茶米泡好，等會再淋水落去嘛。因為像平面的水，你當袂啉水，其實
留下来是留着嘞嘛，嘿就摸嘞嘛。嘿，啊，去边仔去夹空啊。哦，水位清嘿嘿，伫去袂位，掉啊，个空去嘿，空去，因为你插腹地位水动烧嘛，好，就开始就冒烟了，出燃了呀。啊，可以了一讲哈，朦胧美啊，还不错的，因为讲样洗擦电都还哪有意境，系吗比？较情趣啊，哦，就是感觉都很好这样。嘿嘿嘿，所以没动动您好，按用您的肤是抽的。错。边烟壶来讲，目前来讲哦，在市场取向度还不错，挺多人爱啊。嗯哼，所以你下您讲泡茶咧，就讲肾肺一部分嘛，哈。你讲好高茶夫的人，哦，也讲好品茶的人，电到咧都会做了手冲。我係茶夫雙眼線嚟哦，因為台灣冇人會做啦，哦，是我這個做。嗯哼，我係影響大啲受傷好多。你仲該見咪見到仲見唔跑？用把唔盤地係嗎？唔盤地啦，要按醬啊，唔盤地。就反正我打到炒水會蒙係摸，哎，哦，係嗎？會燒啦，唔會啊，它不會啊。哦，所以你那個唔是燒，該係講賣一招哈。當然啦，你跑久還是會嘛。就點會氧化哦，表面的晶表面那個光亮不會好，會差一點。會含蒙掉哦。哎呀，你講還係凍醬啦？哎，還係凍醬啦。一般一般的啦，一百講手當背，欣賞，朋友攞去拿出來點啊。哎呦，我講嗌點賣去。含醬哦，係麼？所以今日先生帶來當到嘅作品哈，等間下呢個節目繼續同大家介紹咧，可能大家唔是看過，而係講可能你未係咧風格愛來收藏嘅哈，等下繼續再來繼續同馬先生來分享哦。歡迎大家轉到呼氣來咧，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嘅討議台視係馬淑新先生哦，今日先生帶來當多嘅作品哦，你夾夾來看哦，先生係識差麼？好，哇，用你做嘅杯啦哈，柴燒杯哈，識差是起來特別好食，好甜哈，韓國正經，啱是起來，感覺不錯，吃到一浪漫，哎呀。先生家下同你介紹你嘅咧，宋妍是咪咧膚？韓國呢用咧金運燒嘅咧方式啦嗬，然後你看到咧有凍醬，咧呢你種竹個，一隻竹節膚，應該攏是有冇想去做咁樣嘅作品？一條樹呢？竹節嘅話，因為從細些第三度嗬，從喺福村。種竹園啊，係啊，係最基本，因為我開始做嘅時間，因為去學嘅時間啦，學嘅時間，師傅是一下其實啊，本意講，你這個想嚟做埋，係冇可能嘛，你學師啊，師傅係咁講，你叫佢做杯啊，你教我做埋，做完做埋，係安尼。做唔得自由發揮啦。係，因為你竹節夫係喺都工廠學，哦，第部客家giáo啦，客家giáo學15年以後，我學15年咯，一般人學師3年4年是結束了，我學15年，第16年啊出來這個可以工作室啦。哎呦！你竹節夫係我離開客家giáo講自家來創作嘅。所以即個方面嚟啦，哈，所以你要你客家嘅情感，要家鄉味哈。因為做個當好啊，就是節節高升啊嘛。韓國無竹令人俗係嘛，所以你都要文化性，都要學問哦。所以你做咧竹節夫吼，你一看起來，因為我要去教講奶啊，你講咧本身嘅膚性，老咧義工嘛哈，老幾個在，係人我就講染上去嘅，你入咗。天窗咪係嘛哈，先生後亮嘅飲上嘢。係，突然你解釋一下，然後你說明下，你做呢副，你需要先做乜嘅？就個為咗做埋技巧。技巧是講，你奶嘛，先奶嘛哈，奶漿差唔多係做個芡，奶好之後，哦，就可以燒皮啊哈，燒皮啊燒好，到佢逐隻咁咪壓。係咧。係，到佢燒好，敷線啊。膚性，香港你係呀，哦，你先做，那個大家為什麼先做？做好之後就是做蓋啊，
做好完善的，佮只复性完善的吼，错，就开始染在调鱼，嘿，哦，还有单位改一个的，但是等于是一个装饰的啦，就是竹节嘛吼，就是就该有竹节，然后就该竹叶这样的。主要是讲，只要去竹节服饰讲搭配很重要啦。其实你们做那染强多就变复杂的嘢，系啊，本嘅感觉是讲，用两去泡沙泡到心动翻啦。哦，係要安用音哦。會啊。所以愛下高壓掉。係，錯。所以你看，該竹節嘅入皮，該做東西，你會知道啊？有，你入皮。寫第一天啊，一般竹節是天台呢。係，本身係進口嘅。係啊，因為竹節貴皮嘅，我該做落去哦，一整個畫面就不對了，唔錯嘅。哦。所以啊，每感動重要。從來這個 N 是講，這個對美學方面哦，這個感覺啦。做那個插布就是那個創作啊，是老朋友冇用嘅啦。所以呢，每一隻服本來是手工誒，獨一無二誒，所以賣到每一隻是該東西嘅加工樣板，做出來是顯得冇窮人。現在其實我都要做，因為做一個是，因為佢搭起插布按手工做東西啊。唔會完全窮人啊！你從了兩支插布，顯得所謂，你講兩支東西就係太縮縮的。是講新進啊！我都係講，我今日做竹節服，今日做，對，那有心情唔好嘛哈，就是每個好不氣氛啊，各方面做嘅東西會影響你嘅作品嘅。上次想做下胖的，對啊，上次做下燒烤。我話下班做出來出來。唔錯，調嘅。哎呦，會啊，會個經驗啊，咁多。你係從自家強嘅聲音啊，看起來冇做好冇強好係啊，仔女一擺，自家冇滿意啦。攞出個顯係冇格住。哦。因為當初是講，就唔敢於做些，敢於嚟心情各方面哦，各方方面面會影響到你做嘅東西啊。所以你講藝術家是係用啲咩？感覺動重要。錯，要到創美做嘅，見唔見？我安全咯。係咪愛用嘅？唔係啊，是調嘅啦。哎呀。創作啊。哦。因為可能係我都就講，我都冇講藝術家是一個工匠啦，哈，是講，我都對美的東西啊，像我哋成日在按這樣哦，就是那種審美的觀念。東西就係咁啦，所以講你可能提邊做，做出東西，其實我有很多會呈現係乜嘅，做自己效果上來嘅唔錯。哦，大家垃圾桶，那個鐵錘，哎呦你啊！大家烤，你烤嘅時間心肝會脆甜嗎？唔會，你做到安這？唔會，其實這種而家講。你可能冇隔住呀，等於平下教堂上，心情都冇啊，電腦考心情都好。安特別，喺線上啲做作品嘅時節嚇，我知道樣板音本意做得先停下來，講樣板音本意心情當好，感覺當好。其實做呢啲東西哦，心情肯定做呢雙圓形。哦，因為你係當專心。因為佢當專注。我係做呢啲，我冇關樣啊，我冇變落去。哦，冇變音操。我係想我選到已經講乜嘢哦，我了解。你要專心做呢樣東西就係。哦，所以乜嘅東西是專心做，然後做得挺。其實我哋做東西嘅時，大部分都按部頭啦。係點錢？係，因為你識到人朋友啊，會來咩，所以會聊天，跟人們做事。係。你做唔了啊？所以講按部頭，9點10點做。哇！好，家下介紹了竹節服嗬，香港誒沒有當於客家妹嗰度，客家嘅國創服係你嘅，係你兩支，哦，你兩支，誒，用乜嘢國創服？因為國創，因為客家嘅國創嘛嗬，又叫木蓋檔，係木蓋檔，多少要染啊嗬，又叫滿，係，呢個國創嘛嗬，等會要個用個刀手嘅，係木幹，係。我家係想講啊，
其实我朋友要做嘅东西，讲该袂少人做，但是我认为当节嘛，我就想讲，他那种国创的概念吼，是来做了去茶壶，但是我那种双圆心的方式以来，嘿，你看起来是双圆心，双圆心，我像你当电影色的。你一俏皮的敷，贴片的，系一贴片，贴片。好，那伊咧手感咪当好。超。所以国创敷其实系讲，老了国创的hin呢，还有活动，有都市人人，还有呢，呀，因为客家人的元素啊。但是我是创作做两几年啊，迄当还冇做。哦，你系贴片做了艺术在创作。因为刚才那比赛。系啊。茫然就进副奖来比赛。我当初设计，因为上摆是双圆心的嘛，但我是下摆是用有带点客家人的元素啦，来试试看。创作是安样音哈？看冇得奖哦。哎呦，很赞嘛哈！韩国线上早通你介绍了很多爆裂壶。爆裂壶，一般那种的爆裂壶，它是讲，搭配些是讲。制作上面它是一个，就等于爆裂，像闪电种啊。但是因为那个按多人做，那是种冇这个按钮啦，那是咩小朋友做咩，当，种们就好啦。哪个一种爆裂啊？对，做啊，因为是冇得便宜用用啊。所以先生家讲有圈呢，是像那种的每一种爆裂的方式系吗？哪种？你插杯啊，你算系爆裂吗？也没，因为该系也系你小树没那个火没火火呀，你火火哈，就会一直再加上去。那这个小圆胶用那个木材高很长的哦，小圆胶大概1万多支啊。因为讲这条哈就是会板釉嘛，对吧？这个是落灰。那讲诶，落灰，落灰它经过它1200张土的些，它会融化，是变性啊，它就往下流，你看呀，就会流啊，有流动感觉了，哦，对吧？有的我记得话点就是有点那种茶叶末的感觉，哦，点这子还挺劲嘛，所以这东西属于是在柴烧里面算到那种有点算满釉的那种概念。这东西是不用提拍哦。就不用提拍。很高温哦。像线上做，你做了爆裂壶，你前贴片，你看到你系茶壶嘛哈？你冇穷用，你按到乜介？系标乜介？茶厂。茶厂。种茶米啊。种茶米。系啊。我咧种茶米有当入项目，因为咧灰嘅东西啊哈，佢有冇思考咩？听讲做唔得用同香嘅茶米。错。其实我都做了柴烧嘅吼，柴烧其实佢本来就是。为就该用的碳元素嘛，所以俗称的那种远红外线啊。这条茶商是讲，特别我咪唔掂啊，特别我咪唔掂，我让我朋友卖1000元了去卖个茶米啊，那当香啊，花了不少钱。佢讲用落去啊？转头想讲，我想讲，用我自家做的茶厂用落去看的，还是。好大只啊，卖紧变落去。天然想到讲，系哦，我还要泡，我用的有蜜香蓬蓬沙，结果那下来泡，一皮一泡，有冇味呢？系啊，这个花香味，蜜香啊哈。少不了种诶，那一嚼在去吧。但是它还是基本拿回家味道啦，很沉稳啦。冇重用的风味啦。其实在上面冇打怂啊，还是喝掉，没有丢掉了。哇，唐先生分享真少当到的好门哈，好食材的朋友，好搞茶夫的朋友，谈到一定哇，很过瘾哈。等下到转了继续绕场，安尼马先生同安尼分享哦。是杯好菜而用好的茶壶、好的茶杯哦。今日来到节目当中咧，同而家马先生呢，来同大家介绍佢嘅作品。我想马先生嘅声音，佢讲差唔多1甲子嘅时间，冇离开你嘅北部家乡。哇，真嘅冇简单呢。
都见自家的家乡吼，应该算有前多嘅新潮嚟啦吼，未开始培养当多嘅后生人，先生将伊做按多嘅作品吼，你咪自家去反面讲用家乡嘅那用北部嘅那去做某种样嘅创作。哟，史料上了就是我用喺北部，我山都哦，北部放坡行，嗰度放坡行，挑不弹礦嘛，所以用只要了用嘅陶土當多。之前日本人呢，因为朋友佢有做所，呢個原礦啊，我買嗰個原礦圖咯，咁嗰時田下挖出來細細嘅嗬，細細嘅水尖尖啊，我攞個雜誌唔係幾樣嘢，哦，按時做的，所以我想，我山都當多啊，應該咪做試看啊，係啊，我試看啊，嗬，一個前年咪放學嘛是，啊，轉來是。轉來學個都簡單嘛，就是那樣別轉來哈，提下來先要脫膠，脫膠啊，哦，就是洗澡的做嘅，哦，洗澡吹面面，哦，將嗰個絲啊，大概800畝嘅嗰種絲下來，再回膠是加水嘛，一浸。浸幾時會按냠嘛，냠那些好的一些，我們知道佢每一地哦，一地就用冰當，慢慢讓它放去燥。對，怎麼的燥？但是大概你保持嘅水分大概還60-70嘛。哦，不去成型啦，做得高機咧。差唔多些應該是攞啊，把啲被空氣攞hết，哦，滿燒一些佢會爆。它會裂掉啊，所以弄好一些，它就拉胚嘛。按那一些，因為該北部人那吼溶得啦，因為我要取消一下水杯吼。結果咧？拉胚咩？啊？拉胚。所以它土質都重要哦。見耐溫冇夠啊。哦。還是拉胚啦，拉胚講嚟講講，有弄安樣咯。開始買到嗰種誒瓷土啊。哦，攞嚟用加。因為其實蛋白有相關嘅，所以先生講起來哦，其實咧奶也有分當當種，加講煙孔土啦、土土啦、瓷土啦等等。奶當多，奶當多哦，因為你一般看到是木主看到是可能分唔出來，當然你係專業嘛哈。你咪因為按用人再次轉到高院去讀書。因為我學咗吼學15年，15年以後就這個可以點嘛哦，都大概2000孔醫院嘅這樣可以點嘅，可以自己做嘛吼，做石油將銀行啦，但係我嘛唔知佢係嘛個，交通大學教授唔知咩，去買好咧簽付費嚟做，那是我跑差本學啦吼，就聊天啊樣啦，一直問我啦吼，將我提咗問題問伊啦，你哋會介意麼？冇人講前來問嘛，哦，將我哋到買啲去查乎，你地位都有乜個元素麼？哦，那裡面的礦土嘛，那樣嘛，100是比問完的，哦，咁冇法度嘅，我咪唔樣，因為佢話。我師傅話冇講啊，我明唔知啊。師傅做奶啦，是哪裡做咧？係啊，錯，唔會去了解東西的。當然有一個偶然機會，就是講我參加一家嗰種嘅按照苗栗柴燒協會哦，參加。那我們是那都是用按照春季的燒窯嘛，哈，就是人煙又洗白嘛。啊，燒窯學讀係讀喺亞太創意學院，它裡面。就當到教咩，但是我都是讀個小，小些有的朋友佢嘛讀個圖書啦嗬，我想喲，台灣還有兩種嘅，按照陶藝系嘅唔知，我讀朋友講，講愛上嘛，來上課啦，就愛上課。是進修是出嚟啦。係啊，上課，因為我都同啊，因為我係學分班嘛，學分班嗰時講。那好啊，那從基礎開始學，就是土的原理，它的元素，奶的
特性。哦，这个什么土，用两百个奶做的小叫温度，两种奶做的小叫高温度，两种奶做的小叫高，所以讲是了解安尼啦。主要是因为上班听阿咱就是讲，本家个交通大学文盲迄个，所以讲好，这是咪好啊。俺电都有俺的机会吼，对奶有很难深的了解。嗰对你的创作系咪有前台了帮忙？有啦，因为伫袂拄，我都是创作，啊无机奶，其实我都是该学的机械程度。因为我做了，因为其实我比较都现在好强的啦。做沙夫了都。你有学艺的咩？学理论。系啊，哦，系。基本的理论都知道，它的元素、原料嘛，个东西。你做在运用伫你的作品当中。错，所以讲。因为创作了这种东西，所以讲我了解点乜个奶吼，所以讲我做在讲，我了做嘛，特别我做差非常很胖，但是效果一定不难。哦，是因为你有了解你的奶嘛，你讲哦，你奶大概晓得1200期，这个底嘛吼。佢嘅特性有了解了。嘿，应该是讲，你烧的些哦，比如说。你这边有设计哦，小鱼肌肤面容这个奶那都现在做对的，去做唔得。所以讲我创作从了种的哦奶的吼，因为我是柴烧我底，所以讲我会加强的这强度安尼啦。因为柴烧到电窑不一样，柴烧机的温度。前面跟后面是不一样的，前中后都不一样。甜的是系固定的嘛？甜的叫做固定的。所以欣赏你好敲烧的烧下，还有挑战的吗？之前系烧甜烧啦，马氏烧烧两种，咁系当个客家烧有些做，咁还蛮接触柴烧唔啲啊。哦，咁是。咁还蛮就唔啲啊。米都了敲烧烧嘞，系嘛？你看嘛，大白烧出的东西都冇同样啊。好神奇！错，因为台湾人讲，可以绕个很样地位东西拿出来，你才知道啊。咁我可以绕个很咩动跳，动兴奋，动期待样嘅。错。因为你的东西表露你看唔到啊。但是甜椒冇同样，甜椒这边我有了解，它几乎100%，它就强因没有那种喜悦，因为我早就知道是那种。改清新的咩？但是柴烧冇同样啊！你这边烧落去，我像摆乐透一样，顶可以讲。啱差唔多一禮拜lang係嗎？有冇拿到作品？一般他冇10日啦。10日啦，從排燒落燒，我都是燒3日嘛，3日嘛。3日後就封窯嘛。封窯定幾冷誒？係，然後冷卻到大概50度左右，就窯打開來。把东西拿出来。哇！有時喺創作地度吼，像總算成日講出來嗰種歡喜嘅感覺。對。係啊，所以先生一路行來，其實有當到嘅心路歷程啊，咪感情嘅恩師係親人陪先生吼，佢讓你來年向下走，佢咪當你要講當安咯，很賞識你，讓俾你堅信一切行呢條路。好，到今。是每2年聽說有100老師嘅個展，當然蠻 nice 就在看到線上嘅展覽哦。底下你也撈大家報好消息，老師你也東有展覽哦，線上請你介紹一下。你下都推薦嗰種誒摘星山莊將軍府，在那邊有個展。安係5月18到7月18，兩日。希望大家有興趣做一些看呀。你喺度看到嘅作品呢，主要係用辦嘅作品。作品咪好多元化啦，杯啊、茶碗、茶壺、茶盅都有。全部有。東西好，比較多元化啦。係。韓國咧金奶奶沒有，爆裂壺沒有，竹節壺沒有。哦，所以你講吼，你日常嘅生活，用把人累積變做當傾向嘅東西。你講生活是一種文化咩？你用到嘅是係所謂嘅濕氣。你講濕氣咧，哪一種境界？咧係一種美感嘅體現。
第一公司是讲，伊一般第一公司其實係對我來講啦，第一作品來講，當係樣個險險嘛，險險來做出來東西。其實每支茶壺當用個心，而做出來，從今面來講，因為用乜嘅眼光來看兩支茶壺，其實係對我內心啲為多。因為聽當然他既然冇聽講茶壺程度嘛，當多人講冇聽是講，我就欣賞兩個。是講每聲音佢喜歡有冇強嘅？冇強冇。咁講你看你每一隻都係保持出嚟。係啊，當然欣賞法人都係先片。誒，你看到食材有講未？感受到嘛欣賞佢嘅用心啦，嗬。今天再次邀請大家哈來到台中看先生嘅展覽啦，哈！今日再次希望先生帶來安精彩嘅介紹，希望先生，希望。非常感謝所有朋友來收看今日嘅節目哦，等下邀請大家繼續聽先生來做沿途，講你了。